何谓媒体识读？包括认识、辨识媒体的基本能力，透过质疑、反省与判断，进一步解读阅读讯息的根本。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结合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健康促进活动，8日上午深入安定港尾社区，教导民众认识媒体识读课程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不要被怎么样？哦，对，没有错，掌声鼓励。媒体识读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，你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。人甲你讲啥，你去相信啥；莫人叫你做啥，你做啥。人该讲这些文章是来自哪个专家讲，你相信这是哪个专家。有时阵很多人都喜欢找那些专家背书啦，不过讲是迄无一定啊。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讲师许曼珍，透过生动活泼的图文，甚至影音、影片，教导长辈如何判断消息的真假，并将查核的9大步骤转成数字的宾果游戏，让长辈从游戏中加强消息查核的办法与平台。当地理事长、长者与护理师都觉得收获满满。今仔日啊，咱这个中嘉集团啊，跟咱的安南病院合作来办这个活动吼，对咱老一辈啊，咱这的长者，伫咱社区啊，平常时啊所接触到电视啦吼，还是各方，比如讲啊一寡商品的广告吼，伊这讯息真的假的判断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对于咱社区啊，平常时啊。对于这个消息来源的判断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今仔日真正是大家来参加的这社区的时段，拢收获真侪。迄话拢真的话假，无一定啊。有事实的，就互大家知影，大家了解。无事实的，我就无可能。现场透过游戏与有奖征答，每位长者都相当踊跃。社区发展协会也感谢中嘉宽屏主动宣导。让社区的长辈学了一课如何判断消息的真假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。